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6、2号的南门市场。过年前采买年菜是热烈滚滚，今年有摊商共同来推出着年菜的组合，那是用电子支付，阁有15%的优待。南门市场嘛，甲电商来结盟，通啊直接为网络顶来注文。啊，这个过年若想要轻松一个，有大总铺师推出着年菜，而且为围炉到正月初5，拢会当来包顿去。路久好看，会使放偌久啊！规样的佛跳墙、山珍海味，拢总有，连马肚强要芳袂掉。这个年菜一出一出，拢是要讨一个好吉兆。有元宝财源滚滚来，有猪卡诸事拢顺利。南门市场全台闻名，若有真侪老二会摊商，搁得到经济部5000级的营运。好菜是一出过一出，互人看了强要流嘴烂。摊商共同联名推出年菜大礼包，满3000块就可以回馈最高到450块每天，所以你今天买完，第2天还是可以再来。为网络大赛落订单，传统菜市啊甲电商做结合，啊那大门店是找老总铺师来徛台。这个比你生的煮来的还要柔，还要软。而且带饭店的总铺师大家做伙研究，为围炉买到正月初5，拢会使买年菜，除了鲍鱼、乌参、金枪，还佫有林鸡，免赶伫过年前3、2个手，就会使轻轻松松将这好菜烹上桌，伫厝内就会使享受饭店级的料理。